根據日媒報道，日本名模古谷惠喺舊年年底已經離世。佢生前透露過自己患上大腸癌第4期，已經停咗食抗癌藥，改為接受緩和治療。其實佢所屬嘅經紀公司 Bond Image 喺舊年12月22號已經幫佢發咗訃文，不過呢幾日至被日媒廣泛報道。當時經紀公司透過官網對外表示，古谷惠係喺舊年12月19日離世。公司亦都提到，雖然古谷惠從模特兒嘅第一線退落嚟，同老公一齊經營意大利餐廳，但佢性格好親切，深受大家喜愛。佢生前喺唔同平台都有發文同粉絲分享抗癌生活，而最後一則貼文係喺舊年10月28日嗰日啱啱好係佢生日。佢寫話：大家早晨，雖然仲係要同痛楚共存，但呢2個禮拜都算過得相對和平。生日一朝早就享用咗先生親手煮嘅酒拍湯。我47歲啦。古谷惠身高1.78米，以前活躍喺多本日本時尚雜誌同埋各大品牌嘅時裝 show， 亦都拍過唔少電視廣告。而家傳出離世嘅消息，好多演藝圈好友同粉絲都表示好唔捨得，希望佢一路好走。王祖賢近年喺加拿大溫哥華開設養生艾灸館，成日俾人影到親自去到店鋪招呼客人。雖然成日戴口罩現身，但仍然睇得出仙氣十足。王祖賢近日被指出手低壓榨員工，但係王祖賢始終未有出面回應。王祖賢近日以嘉賓嘅身份出席加州大學矽谷學院活動，分享心靈健康同中醫養生理念。佢喺講座入面分享當年係跟住姻緣先至入演藝圈，而喺娛樂圈工作期間瞓覺時間少，食飯比較隨便，日夜顛倒，生活作息比較混亂。最後佢想喺高峰點退落嚟，俾大家一個美好嘅回憶就夠。王祖賢又提到，當年曾經因為唔知自己係邊個，患上抑鬱症，再遇上佛教，開啟人生另一個階段。不過網民擔心嘅係，王祖賢喺片入面竟然大細眼，左眼擘唔開，戴住口罩嘅時候講嘢感覺有氣無力，大家都好擔心佢嘅身體狀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波，你而家睇緊嘅係娛樂焦點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最緊要嘅撳住個鐘仔，有新片嘅話就會通知你㗎啦。現年82歲嘅影壇大哥陳慧敏喺2020年嗰陣公開承認患有肺癌，但好彩及早發現，經過治療之後最終戰勝病魔。不過喺2021年嗰陣佢被發現患上腦癌，最終經過治療之後康復情況亦相當理想。喺2024年又因為髖關節問題而需要做手術，出行都需要拐杖輔助。但近日宣布進駐小紅書嘅佢，着住鮮色上衣現身，面色紅潤而且精神飽滿咁對住鏡頭表示：各位好啊，我係演員陳慧敏，今日能夠喺呢度以此見面，我非常之榮幸。我重演咗呢50幾年，拍過無數嘅角色，古惑仔啊、黃藥師啊，希望能夠咧今日咧同各位分享下嗰啲我電影界嗰啲趣事啊、笑好玩嗰啲，講俾我聽下。希望大家關注我啦，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見佢講嘢嗰陣中氣十足，成個最新狀態非常之好，唔少網民都好期待佢嘅分享啊！而做過李斯嘅 TVB 藝員就淨係得陳國邦，所以答案係陳國邦。因為網絡潮文而無人不識嘅陳國邦，入行近40年，係圈中公認嘅好戲之人。不過陳國邦向來作風低調，專注鑽研演技，甚少經營社交平台。但日前陳國邦拍片宣布進駐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，令一眾網民大感驚喜。佢第一條自我介紹嘅影片貫徹佢樸實嘅作風，冇花巧亦都冇大 show 往績。佢一面素顏咁喺一條好黑嘅街道上面邊行邊自拍，唔少網民都好歡迎佢加入小紅書。但睇真啲，條片十分之低清，解像度好似舊款手機型號，
有網民就笑陳國邦係咪穿越返嚟拍片，而近日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嘅編劇就為大家解答拍片低清嘅疑問。佢喺網上面分享咗李斯陳國邦喺片場真實嘅一面。原來陳國邦冇喺片場玩手機，埋位嘅時候等咗好耐，俾凳佢坐都唔坐。可以見到陳國邦工作嘅時候非常之專業，亦都間接解釋咗點解佢自拍嘅設備會咁落後。有師奶殺手之稱嘅魏俊傑，近日佢喺社交平台 po 咗一條片，想趁住新一年向網民送上祝福。點知一班網民完全錯重點，將焦點放晒喺佢個樣同埋身形上面。片入面見到魏俊傑雖然開咗美顏濾鏡，但係依然難掩老態，兩鬢斑白，容貌仲係肥腫難分。雖然着住寬鬆嘅棒球褸，但依然遮蓋唔住突出嘅巨攬。唔少網民見到之後都紛紛留言感嘆歲月不饒人，仲建議佢要減肥。除咗攻擊身材，仲有網民將佢同舊愛滕麗明做比較，因為近期滕麗明憑住參演電影版《尋秦記》人氣急升，狀態大勇。網民毫不留情咁表示：你前女朋友都做緊《尋秦記》啦，你仲喺度跳嚟跳去。但亦有網民為魏俊傑講說話，禮貌啲啦，唔好咁隨意批判人哋嘅身材，尊重人哋即係尊重自己。有咁容易減嘅話，呢個世界上就冇肥人啦。天王郭富城同細佢22年嘅老婆方媛結婚8年，而瘦身成功嘅方媛生咗 BB 之後，亦都早已出關。早前就分享咗一段喺上海狂掃約8萬金色嘅短片，出手非常之闊綽豪氣。而作為郭富城嘅老婆，方媛亦都曾經捲入天王嫂訓練班、名媛訓練班風波。不過日前向太就拍片以撈女為主題，為方媛抱不平。首先佢表示從未聽過名媛培訓班，亦都否定名媛培訓班嘅存在，只係太多人妒忌方媛。其實方媛只係比普通人幸運少少，被天王睇中。同時向太亦都肯定方媛同郭富城之間有愛。最後向太直言非常之唔中意撈女呢個詞語，又大談對撈女嘅睇法。那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撈女呢？那種只是奔着錢去的，眼裏只有利益和算計，不顧犧牲一切道德底線的，那才是撈女。呢日黃長興同高君賢一齊出席慈善盆菜宴，提到陳百祥最近豪言憑一己之力帶領精裝明星足球隊北上踢波，仲話可以大揭一班前無線藝人瘋狂吸金，酬勞甚至高過以前喺 TVB 20倍。所以揾唔少喎你。唔係，所以調翻轉，我覺得即係喺我嘅角度，即係有3個小朋友啦，係更加即係三倍嘅壓力㗎啦。咁所以乜都唔推嘅，即係你話踢波我都唔係好識踢波嘅。不過咧好彩龍門咧我都之前有呢個手球嘅，雖然踢波嘅龍門係大啲嘅，但係手球咧我都有應付到。咁所以咧試咗幾次咧，佢都話你掂喎 ，OK 喎，可以跟我哋入隊啦。又唔係好多，係只不過一個嘅參與嘅一個費用啦。但係我覺得係成班一齊去見識下唔同嘅嘢，成班一齊去踢波，成班一齊去同另外啲嘅地方去交流下，我覺得係呢個係更加有意義嘅。高君賢作為新手爸爸，有冇向長興取湊仔經呢？都有啊，成日問佢㗎，係啊，3個啊大佬。咁所以我到而家呢個stage 咧，喺我個生命咧，我係擺小朋友擺我而家呢個即係 family 嘅 life 係第一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個女而家11個月，我每日即係冇離開過佢，即係可能我做完嘢，上夜晚一定會翻去，咁啊可能抱下佢啊，去睇下佢啊。咁所以其實佢同我個關係好 close 㗎，係啊，佢最黐我㗎。係啊！老婆有冇喊到咧？咁知你？佢都唔會嚇，佢都好開心嚇，係啊。咁你自己覺得你有咗小朋友之後，個人有冇啲改變啊？個諗法成長咗啊，大個咗啊？都有啊，即係成熟咗啦。咁啊，即係見即係啱啱《新聞女王2》出咗啦，啲人都話我呢個即係爸爸感覺出咗嚟啦。係啊，即係係啊，即係俾人有另外一個 feel 咯。啊。咁啊變咗先可以做爸爸角色咯喎。係啊，可以做多啲，我都唔介意啊，因為其實我
都要接受嘅呢個嘅即係個年紀就大咗嘅。不過即係你話我都係生小朋友咧，好似我咁樣就覺得永遠都好似幾時我可以即係 relax 一下咧，輕鬆一下咧，唔係冇嘅。因為咧0至3歲咧有佢自己一啲嘅嘢要處理嘅。你覺得3歲之後應該過咗啦，但係3至6歲咧有另外一樣嘢處理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小朋友而家係11歲最大個啦，都仲有一排啊，仲有一排。但係都幾好，即係可以例如做多啲唔同嘅角色啦。咁啊，即係長興又係啦，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男人啦。咁啊，而家我自己都可以做多啲即係成熟嘅角色又得。咁我哋做翻後生啲嘢又得。所以咧，我哋經過呢個男團，大家一齊去溝通翻咧，其實都係有時會係分享翻我哋呢20年大家做唔同嘅嘢嘅一個感覺咯。提提大家，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有好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，最重要係有 Trip.com 嘅獨家優惠碼，無論係訂深圳定係日本嘅酒店，都可以慳成5%。連結咧放咗喺資訊欄，精打細算嘅你唔好錯過啦！